政府喺預算案宣布，400萬元以下嘅物業只係繳付100蚊印花稅，措施刺激細價樓交投，估計全年成交達13000宗，創11年新高。資金流入香港令銀行水浸，一個月拆息曾經低見0.52厘。H 按跌穿封頂息，讓業主可以短暫享受低息蜜月期。西九文化區為填補財赤，申請興建7棟住宅，涉及1995伙，獲得城規會批准，預料最快2032年落成。麥當勞突然標售8個鋪位，又計劃分階段全線賣鋪，市場估計回報豐厚，形容麥當勞係被漢堡包耽誤嘅地產商。工商鋪市場未見起色，有個別投資者出現財困，臍帶大王陳炳志遭到申請破產。斯羅德位於北角嘅商場亦都被接管，受大量專才住屋需求刺激，租金指數連升10個月，刷新歷史高位。多個屋苑出現供底過租，樓價由高位大幅回落。部分新盤買家撻訂之後，遭到發展商追差價，有傳數名買家被頒令破產。阿里巴巴斥資72億元購入港島1號中心13層，創4年嚟最大宗寫字樓成交。京東亦都購入建行大廈5成權益，兩家公司都表示睇好香港前景。受減息等利好因素刺激，樓市觸底回升，首10個月累升1.76%，勢將扭轉過去3年頹勢。香港銀行2度跟隨美國減息，最優惠利率重返加息週期前，但去到12月未再跟減，意味減 P 週期完結。